今日係5月29號，常年期第8週星期五。聖言金句係：你們對天主當有信德。聖馬爾谷福音第11章第22節。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默想主題係醒悟、悔改、順從基督。過往我一直都唔知道耶穌點解要咒罵嗰個無花果樹。既然未有結果嘅時節，當然沒有果子啦。其實耶穌嘅行動並非針對植物，而係借此去門徒同我哋傳遞一個重要嘅訊息。無花果樹係象徵住領受恩寵卻不結果實嘅人。我哋時常把天主賜畀我哋嘅恩寵視作理所當然，因而就將佢忘記咗，冇感恩嘅心。大自然係天主所創造嘅，無花果樹每日都會領受天主所創造嘅大自然嘅滋養，所以枝葉茂盛，但係唔結果子。呢個就象徵住人領受住天主嘅恩寵，但係就將恩寵視為理所當然，不知感恩，亦都唔願意去回應。就好似10個童女比喻裏邊嗰5個糊塗嘅童女，以為時間未到，結果錯失恩寵。耶穌借無花果樹提醒我哋，唔好等到事情發生先醒悟，嗰陣時已經太遲啦。同樣，聖殿嘅殿院同埋聖所應該會有一點點嘅距離。點解耶穌又唔畀嗰啲嘅商販喺嗰度擺賣呢？更何況信友喺好遠嘅地方嚟，佢哋未必能夠帶備祭獻物品。咁點解唔畀佢哋方便呢？其實就好似象徵住人們喺度走向天主嘅路被世俗佔據。聖殿裏邊有至聖所，係天主臨在嘅地方，係人同埋天主相遇交往嘅聖地。而家殿院就變為市集，信友一入到嚟，首先見到嘅就係買賣，而唔係天主。聖殿只得軀殼，失去內在嘅神聖，就好似法利賽人立着祈禱，看似虔誠，但係實質內裏就喺度誇耀自己對主嘅信德。其實聖殿象徵天主，而殿院象徵我哋走向天主嘅道路。如果呢條路上邊充滿吸引我哋嘅事物，我哋就會停落嚟觀看、購買、參與，最後走得好慢、更遠，同埋甚至迷路。耶穌嘅憤怒係因為人將走向天主嘅道路變成咗世俗嘅市場。最後耶穌提醒我哋，只要對天主有真誠嘅信德，天主必定會畀我哋成就。就好似匝凱，佢本來係將金錢放喺第一位，但係佢願意悔改，將財物一半施捨畀窮人，並4倍賠償畀曾經去欺騙過嘅人。因為佢嘅信德同埋悔改，耶穌走上佢嘅家，救恩亦都會臨在喺佢身上。今日嘅祈禱係：天主，求你潔淨我哋嘅心，就好似耶穌潔淨聖殿嘅殿院一樣，好讓我們不至於浪費時間和精力喺嗰啲世俗嘅事上面，專注於對永生之路嘅渴望。亞孟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